自从2025年6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传福音的热情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第19到36节。五旬节的日到，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忽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伫坐的规间厝。阁有亲像分开的火舌对因出现，歇伫逐个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照圣神予因的才能，开始讲别种语言。迄时，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，住伫耶路撒冷。听到即个声响，众人就拢聚集活来，因为逐个人听到门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，煞戆去。因着惊搁奇怪，讲：你看，遮个伫讲话的，敢毋是拢加利利人？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逐个人住的所在的语言伫讲话？咱遮个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伊兰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甲加帕多家、本都甲亚细亚、弗鲁加甲邦菲利亚、埃及甲我郡古尼内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，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甲改宗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希利德人甲阿拉伯人。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在地的话，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。大家着惊搁戆影，问来问去，这是甚物代志？有人啼笑讲：这人是啉新酒得醉。这个时，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着知，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人毋是照恁所想得酒醉，即阵才早起时9点。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：伫终末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会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我的仆人甲女婢，因会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行神迹，有火、火甲烟雾。伫主大搁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乌暗，月变做亲像血遐尼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以色列人，恁着听这个话，照恁所知，上帝通过拿撒勒人耶稣，伫恁中间行权能、奇事甲神迹，来对恁证明伊是上帝所指派的。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，将耶稣交予恁。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甲伊杀害。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，予伊搁活，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。大卫捌记伊讲：我看见主不时伫我的面前，伊伫我的正边，予我袂动摇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舌快乐。我即个会朽烂的肉体会靠仰望来活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互你的圣者朽烂。
你已经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互我伫你的面前充满欢喜。各位兄弟，凡系先祖代笔的事，我好胆甲恁讲，伊已经死，搁埋葬啦。伊的墓今仔日还伫咱遮。伊是先知，知上帝有对伊严肃应允，要对伊的子孙任命一个做王来坐伊的宝座。代笔先看出即个代志。关系基督的搁我有讲，伊无受放杀伫阴府，伊的肉体嘛无朽烂。即位耶稣，上帝已经有互伊搁我，咱拢是即项事的见证人。伊已经受高升到上帝正边，搁对爸领受所应允的圣神。伊现在将即位圣神摒倒来互阮，就是恁现在所看见、搁听见的。代笔毋爱上天，毋过伊讲：主对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。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所以以色列全家着较实在，恁甲伊顶十字架即位耶稣。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、做基督啦。传福音的热情，五旬节迄一天，当所有信徒聚集做伙，雄雄有声对天顶落来，袂输大风扫过，搁有火舌降落伫每一个人身上，因拢被圣神充满。开始用逐种语言讲述上帝伟大作为，这种能力互大家非常兴奋，因为每一个人拢听见信徒用伊本地的语言讲话，总是摇人踢笑信徒。这人是啉新酒得醉，对相信的人兴奋是因为上帝的作为，毋信的人是踢笑信徒啉酒醉。伫宣告现况中，咱会当做甚物？路加传神伫描述这个时，彼得甲十一个使徒徛起来，各往犹太同胞和带踮耶路撒冷的人传讲信息。徛起来是使徒为咱采立传福音的标杆。杨树勇编著的圣经伟人列传，记录杨福春的故事。伊是中华宜林人，自细汉就跟对因老爸学习制作古纸红仔，生理袂歹。有一遍臭拄坎的机会，因为当地就基督徒认抢向伊传福音，伊就信耶稣。也决定无搁再从事这种助长迷信的行业。杨福春的决定却遭致老爸极力反对和毒拍，姓氏也互老爸烧掉。杨福春对老爸讲：宁愿死也毋放弃信仰。当老时信徒想要帮衬伊，就互宣教师梅干务牧师带去牛眉头，也就是清水开拓教会。杨福春真有传福音的热情，带领真侪人信耶稣。开拓教会一年后，伊去台南实验院学习，总是热心服侍。求学期间，捌有人调笑讥刺伊。你虽然改变讲道的题目，毋过每主日的正道内容总是千篇一律，较讲都共款，换汤无换药。毕业了后，伊比以前搁较认真准备讲道，大家拢介意伊。虽然伊毋是普学的人，却是一个有疼心、尽心尽力传福音的人。杨福春伫40岁就因为肺炎安息主怀，
每干部牧师伫伊教导之心册中讲到，假使每一个本国的传道人，亲像即个人遮尔骨力，伫短短一年内，福音会一遍搁再一遍受传至台湾的每一个庄头。每牧师的话见证杨福春传福音的热情，就亲像五旬节迄一日，有人相信，有人风刺铁笑，使徒因犹原是徛起来做见证。现今咱会当做也是徛起来，为着传福音，讲着讲的话，做着做的事。保罗捌勉励提摩太，着传福音，毋管时机理想无理想，拢爱传，用最大的耐心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、教导。无论任何时刻，咱拢伫信、毋信之间为福音争战。有人热情伫鼓励，有人冷漠看笑话，但是毋管安怎，徛起来为主宣讲信息，是使徒因长当时伫做的代志，也是咱今仔日着做的事。因为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有予伊搁我，阮拢是这样事的见证人。默想，伫分享福音的过程中，面对冷漠甲铁笑风刺，我安怎保持热情？伫分享福音过程中，面对冷漠甲铁笑风刺，我安怎保持热情？咱同齐来祈祷，甲我同在的上帝，求你赐我热情甲勇气，伫困难甲铁笑风刺中勇敢徛起来，做福音的见证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